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3月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加强高楼火灾抢救的能力，台南市政府开了2700万购买一台德国设计制造30公尺的分推消防车，将分配至消防局第7大队东门分队，成为守护台南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新力量。这台上届新采买30公尺的云梯消防车。因为具有3项的特点，就是高展楼、高科技、加高效率，所以这台云梯消防车操作的速度也大大增加，效率也加倍。我们新的30公尺云梯车呢来启用，那么这一部云梯车呢是全国第2部哈，第1部是在台北市，它是曲折与直线来这个双向并行。那么升梯的速度可以比原来的曲折的速度呢增加3倍，也就是说原来曲折的话是要120秒，那我们现在在40秒之内就能够完成升梯。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前来，为这台全新的云梯消防车来进行揭牌仪式，象征着正式启用，未来将会投入台南市救灾的行列当中。这一部30公尺的云梯车估计可以达到10层楼高。那这部云梯车，事实上大概在它的特点在于40秒云梯就能够升起，所以在救灾的速度分秒必争的前提下，事实上是可以更有效率。那我们也知道，台南市政府这部云梯车事实上价值也不菲，大概要2700万。在市政的财政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勉励把这个。为了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还是要购置新型的设备。我们有全台湾最多的人数的义消队员，我们有全台湾最勇敢的警消同仁，所以说我们要有最好的设备，来让救人的工作、救灾抢险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觉得今天算是很开心。但是也很感动。现场消防队的专业人员也进行这台30公尺云梯消防车的操作演练，会当看到这云梯在短短数十秒的时间，就快速操作升悬、展开喷水、降温的动作。消防局长也表示，这台云梯消防车配置在东门分队，也要求当人要赶紧学会晓每一个操作的流程。让这台云梯消防车会当发挥上界大的能力。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积极营造营业友善环境，其中核发营业友善标准的认证，今年到目前就已经有555间店家，3档落来标准高达1233间。香港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受证。希望政府甲民间密切的合作，会当成功吸引外国的朋友来台南观光。3、2、1，请！哇，12233，这也是呢可以说是我们全国第1啊。经过2档月来辛苦苦的甲经营，目前市府所核发的营业优先标准已经达到1233间，而且今年第3档，市长嘛亲自替通过认证业者来颁发标准，不管是病院、司机、小食店家，或者是寺庙等各行各业拢有。就希望让外国朋友来台南，不管食的、耍的、大的交通顶面，都当得到相宜的服务。由政府甲民间合作，全力拼优先城市。2官办的努力，以及许多市民朋友的努力，让我们这个台南市成为英语力第3名的这个城市。这在台湾这么多都市，我们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那感谢我们赖前市长、李前市长，大家以及所有市府团队，跟我们这么多的朋友，大家热心参与，来让台南市的整体的这个英语环境以及外语环境都得到提升。
在所有参与认证行业当中，特别的是今年由车队头家带头，祭出奖励来鼓励司机学英语，毛得到标准稳重大增加。二官办叫师资来我们队部里面上课，那提供我们实习简单的英语绘画。遇到外籍客人的时候，不会像以前一样，就赶快离开了。现在可以简短的跟外籍旅客做一个商务对话。那也能够让外籍旅客知道说，我们这边，英语的素质是有提升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认证标准，不过其实背后每一个单位拢是担起上好的亲善大使。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持续饼农产品的行销，目前往来已经销出325卡货柜。另外，大来出名落来，目前正伫日本东京食品店大受到欢迎。市府农业局特别推荐开发落来多元创意产品的食热社区，让大家来认识。都是由市长亲身来宣传社区的落来产业。原本袂单调落来指甲卖相无好落来，不过大来食热社区认为相当无彩，所以透过台南顺收大队长宋俊明协助，向农民收购，成功开发出落来紫面，加上落来紫茶、甲手工徽泽等创意多元的产品，冒社区靠着落来产业要拍出一片天。这个是洛梨子粉，就是用我们切片、日晒、低温烘焙。还有做成粉，我们可以做茶包。我们洛梨茶包在 PC Home 在各大媒体都卖得很好。我们的洛梨子茶跟我们的洛梨子面，能够为我们社区的农民跟我们社区居民共创一个商机。其实落来因为市场较罕咧卖，所以大家较生分。不过根据了解，落来有超过20种的营养素，甚至社区理事长敢若食面对100多公斤调整到86公斤，家己嘛亲身做了上回见证，而且现在正成功进军日本东京食品店。市长表示，这是地方创新甲社区营造上界成功的例。我们希望说洛梨子面打开通路。而且得到国际友人的这个青睐，而且能够这个为农民来增加收益，把过去视为垃圾的变成黄金，把过去农民的收入现在能够增加多增加1个0。我们也希望说更努力，能够让农民来赚到钱。那除了农民赚的钱之外，社区也会赚钱，因为社区来负责卖这个洛梨子面，社区跟农民来收购洛梨子来做面，做了面之后呢，赚的钱是要来做社会福利。谁要来做社区共餐？谁来做这个巡守队的费用？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是非常让人家感佩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大来食热社区难能可贵是，只要趁钱，拢是作为新兴障碍甲多元就业的社会福利以及顺手队的回馈，根本不是以盈利作为目标。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湾灯会虽然正大结束，不过台南市议会伫这2天正无用布伫会顶。原来这是顶礼拜台南市议会伫参访屏东灯会以后，郭新良议长特别将其中一款会顶借转来台南，希望让台南市民也会当看到台湾灯会水。台南市议会广场伫这2天陆陆续续拢有看到工人伫咧布置现场，而且大型的花灯阁是一车一车运入来。原来这拢是对屏东台湾灯会结束以后所借来，昨4座是用发布部借来，有财星报喜贺新岁、五谷丰登诸事大吉等。今仔日阁陆续运来6座，目前工作人员正赶工咧布置。原本预定这个礼拜5展出，不过今仔天气的变化，可能要延到后礼拜。屏东的灯会伫这届大家拢知影吼，办了真成功。这个看了就有可能嘛，台南市呢很多年没有这种灯座了，所以特别跟规则呢小而美而且精致的120座协调相关单位来台南市议会这边展出，希望能够台南市民没有到屏东的能够来这边，虽然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至少要看一些精致小而美的灯会。看到台湾灯会伫屏东办甲这么成功，吸引上千万人次的参观人潮。议长相信，还是有侪民众无法度到现场参观，因此伫顶个参访以后，
就算台南市政府想要争取灯会主办权，上紧嘛要等到2022年。因此，议会即届特别向主办单位来照点，希望透过议会广场，将台湾灯会精华再来台南演出。台南新闻民间采访报道。伫今仔日的印花专题当中，要带你来看海洋科技博物馆所提出的真趣味针织珊瑚的活动。同时，花样巴士节目嘛特别阵容拍片，官方特别安排针织珊瑚，邀请长辈做伙做水母的模样，互大家回忆细汉的记忆。针织会当生出真侪创意，其中海洋科技博物馆的连续3档以针织海中的生物。呼吁无分男女老幼，拢重视海洋环保问题。由中加东升加高发会联手所推动的花样巴士节目，其中一站伫海科馆出境，官方特别安排针织珊瑚活动，互老一辈动手搁当读课。我们刚才呢跟那些阿公阿嬷开始在做针织的时候，阿嬷其实有提到一点很好玩，就是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会钩针哎，所以其实今天呢也唤起他们年轻的记忆。但是男生呢基本上就没有碰过，所以他们第一次在摸的时候呢，可是其中有一个红爸也很厉害，他一学就上手，马上就可以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老人家呢多动动手，他其实脑筋也会跟着灵活的动，这样子呢可以预防他们延缓他们老化的状况。这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活动。那我们针织珊瑚呢，也将在10月26号开幕展览，然后会到明年的2月10号。好，你有看到我头上的小丑鱼帽子吗？到时候我们现场呢也会有限量的贩售哦。如果你喜欢，可以一起过来。不到10分钟，每一位阿公阿嬷拢制作出属于家己的水母，真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水织的这个水母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平常就很少动针线，但是现在来到这里的话，实际的亲自的去体验啦，钩针啦、织针啦，慢慢的、细细的、很细心的完成这件作品，感觉实在是非常的棒。这次啊，编织这个呢，换回了童年的记忆，而且我们钩这个的时候呢，动手又动脑，可以预防失智哦。而且呢，这个可以阿嬷带孙女、孙子一起来玩，非常非常的有那个亲子的感觉哦。刚开始的时候，我手有点不巧，你知道吗？我们是男生，有没有？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怎么那么困难？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说。我们这些针，真的还蛮顺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年长的长辈们我觉得可以来把那个手脚再训练一下，我觉得蛮好的。真正做学生嘛，真有成就感，专心动手搁当读课嘛，真有疏解压力的效果。对针织珊瑚的世界嘛，让阿公阿嬷体会海底水，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今日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带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2019台南新艺奖将伫3月14号登场，3位参加现代创作的国际艺术家也陆续来到台湾。其中英国的艺术家萨塔巴毕斯瓦斯，伊伫市府文化局甲7点0陈明会安排之下，甲4位台南的妈妈进行座谈，做伙激发创作的灵感。台南新艺奖将要伫咧3月14号开展，策展人陈明慧今年邀请到3位国外的艺术家甲台湾艺术家来进行交流。5号下午，来自英国的艺术家萨塔巴毕斯瓦斯，就来到新美街的182艺术空间，甲4位台南在地女性朋友开讲，
对对话当中会当更加了解到台湾女人的故事，来引发伊的创作灵感。I am interested in hearing their stories as women, as Hmong women, as Taiwanese women, who, in terms of things that have been very important in their lives, in growing up, in becoming women, in aging, in becoming older women, all of the key things that have, in a sense, been part of the work of their lives. 策展人陈明慧嘛表示，希望透过互相的合作，和台湾甲国际的艺术家进行交流，也和台湾的艺术创作会当带上国际。透过一些展览，或是表演，或者是出版研究一些计划，试着把国外的，不管是英国的，这次我们还有挪威的艺术家，带来台湾跟台湾的艺术家做交流之外，也会希望透过这样子跟国际艺术家的合作，也可以制造或创造一些给我们自己台湾艺术家可以到国外展出合作的机会。国际艺术家萨塔巴毕斯瓦斯甲台南的女性朋友联手的创作，3月6号将要伫咧新美街182号登场，也欢迎喜爱艺术的朋友踊跃前往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庆祝15周年庆，知名酒店特别举办关怀活动，号召大家做伙来做公益。5号上午，大批热心的民众到到关怀现场，用实际行动帮助会客做爱心。大塘中英酒店自去年开始，甲关怀中心联合发起百人关怀站出来活动，得到热烈回响。今年起正式将公益关怀活动纳入2019生活公益活动当中。5号这天，伫饭店门口举办食物好样捐血健康活动。要来帮助会客募集热血，为了鼓励以及感谢热心民众，饭店业者结合文化中心、大肠星级以及米克夏公司，准备了自助餐券、咖啡包以及牛奶，要来送给这的爱心民众。今年是我们台糖长隆酒店第15周年，所以我们今年也在这个时候办一个15正央的一个捐血正夯的活动。那我们也持续的在做一些公益活动，也迈入了第5个年头，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公益学堂的部分的第1堂课。那我们今天捐血活动，希望每一个人来共襄盛举，那希望能够募集到150袋的一个捐血。那所以说，希望我们台南的乡亲都可以踊跃来我们台糖长隆酒店捐你的热血。总经理吴建明嘛表示，大塘中英酒店一直以来拢是以社会公益为优先，酒店周年庆合并办理公益活动已经持续真侪档。今年酒店嘛有规划另外4场的公益活动，希望所有的民众拢会当发挥爱心，做伙来做公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目前正伫福冈县南台北院展出的丁玲娟甲朋友的第3人生画展。开幕式动工特别邀请丁玲娟、甲福冈县中天学校的校长陈秋琴，用座谈的方式，甲大家分享新中年人体验新生活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过程甲成果。丁玲娟甲朋友的第3人生画展联合举办盛大开幕典礼，吸引不少介艺文的人士到场参加。南台北院嘛，趁这个难得机会，邀请展出者丁玲娟甲福冈县中天学校校长陈秋琴进行对谈，分享因安怎伫实际行动当中得到成长甲收获。大概每年会立3个目标，我就是用这样子的速度往前进，我就会觉得每年过好快，好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比如说我前年我就说我要出1本书，然后我要去哪里游学。然后我要去爬富士山，我就是列下来。然后因为你列下来，当你自己心里种的那个种子，你就会希望可以去完成嘛。要不然我就没有办法把那个 to do list 划掉，我就觉得会很痛苦。那比如说爬富士山好了，那我觉得爬富士山，虽然立下了这个愿望，可是知道自己膝盖可能不行或什么，就要开始练习啦。因为有一个目标，你就会开始练习，然后就会去请教朋友，然后就会认识很多，比如说什么登山社的好友这样子。你
你的世界就慢慢打开。南台别院总主持满洲法师嘛赞扬丁玲娟是一位温暖有内涵的才女，在身躯顶会当感受到参像日光的温暖甲生命力。玲娟老师呢，她是一个非常温暖，而且非常有内涵的才女。甚至呢，我们在谈话当中呢，我又听到她提起说，我对自己呢，还有一个就有一个期许跟梦想，希望呢，在我60岁的生日那一年，可以来办画展。那当时呢，我也真的很认真的，听进去了。我就邀请玲娟老师出来南台北院的佛光岩美术馆办画展吧，我们来帮你圆梦。丁玲娟甲朋友的第3人生活展，除了展出丁玲娟23把画作以外，嘛要请李宏毅老师甲同学做回来参展。因除了借着展览分享作品，嘛关出画作来义卖，并且将锁定关注 AMA 台北摇篮计划来帮助少年人创业。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到南台别院5楼来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有时侪云底将准好的天气，温度22度到26度，落雨的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书店的黄金时期。